各位早晨，今日係3月13號，禮拜一，我係大華繼顯策律師李慧嫻。隔咗個週末，同大家跟進一下上個禮拜五港股市況。港股上個禮拜五有反彈咁，但係力度唔大。恒指收市升67點，收報23,568點；國指跌26點，收報10,069點。大市總成交回落到去686億港幣，上升股份657隻，下跌股份847隻。美國上個禮拜五就公布咗2月份嘅就業報告啦，非農就業新增職位達到235000份啦，係比預期之中嘅21萬份更加高。失業率方面下跌0.1個百分點，去到4.7%。利率期貨顯示今個禮拜加息嘅機會達到100%。翻返嚟港股啦。喺聯儲局議息前夕啦，港股上升動力就麻麻地，港元匯價自從上個禮拜三顯著走弱之後就反彈乏力，資金流出嘅憂慮仍然存在，再加上今個禮拜外圍有幾多重磅嘅事項發生㗎，限制住投資者嘅入市意欲。其中聯儲局將會喺美國時間14號同埋15號舉行議息會議，加息已經成為定局㗎啦，關注會唔會有今年加幾多次息嘅啟示。另外美國債務上限就將會喺禮拜三，即係15號到期。一旦未能夠上調債務上限嘅話一定會影響特朗普政府就減稅基建措施嘅推行。當然目前共和黨控制住參眾兩院，估計上調債務上限嘅提案應該會順利獲得批過㗎。歐洲方面荷蘭將會喺今個禮拜之內舉行大選啦，亦都關注反歐盟、反移民嘅荷蘭自由黨會唔會贏出，動搖歐洲區內嘅政治穩定性。喺重磅消息公佈之前港股繼續維持上落市，初步受制住23,800點，次級阻力一定會擺喺24,200點㗎，向下支持分別係23,400點同埋23,000點關口。